现在是星期五的晚上，我们来看看 Eunice 在干嘛。Eunice， 你为什么还在？准备下班了。你为什么待到现在？不好说。哦，我们的制作人大大在干嘛？你为什么现在在这？因为大家都还在这里，所以呢？我的摄影师也还在这里，赶不要跑。看看下一个同事，你为什么还在这？因为我同事把工作丢给我，我就啊跑走。你为什么不是用自己的电脑？因为同事要赶。你为什么还在这？而且你加班看起来很开心。因为爱，那你为什么也还在这里呀？你呢？今天办公室也太多人了吧？哦，因为我本来就还没下班。